老爷子都请来了，这么兴师动众。好啊，姑娘见笑了。老朽是到随州公办，受王爷之命，临时转到银城。这次可是专程为你请的。不是，我这皮糙肉厚的，让太医专门赶来，我哪消受得起吗？啊，姑娘这手不仅是皮外破损，恐怕这筋骨也有些拉伤。老朽这就开些敷剂和汤药，只要持续外敷内服，定保姑娘这手恢复如初啊！只不过姑娘还需要待着夹板10几天，姑娘接下来千万不要大意，一定要静心休养，千万不能劳累过度啊！10几天，这么久啊？要不我来照顾你啊？什么？田七加橘片，对外伤有好处。大夫开的药我已经喝过了，苦死了，还来？我不喝。干嘛？你不喝，我喂你。张嘴。张嘴。你发什么神经啊？哪有什么喂药的？李清灵，你再给我喂药，我跟你没完！哎，主子，你手都这样了，还亲自喂药煮药？去把小琴请进府吧。真的？我明白了，与其让张王殿下故意献殷勤，还不如让小琴过来帮忙，对不对？真好。哎呦，好了。要不我在严总管边上给你找个睡处？帮主，我要跟你睡。我同意小琴住进来，但是您得盯紧她。小琴要是再不进来，赵王殿下就要住进丝绸庄献殷勤。荒唐！我丝绸庄怎么能让个皇子进来照顾人？他这是抽签了？没有，这是我们的画板暗号。2只手，2根手指，指的就是顾见情深的第2章和第2节。意思就是，如果今天晚上不下雨的话，我们就在花园里见面。帮主，快让我看看你的手，这些日子也太难熬了。哎，手不打紧，给我带好吃的没有？好香。对了，那个李庄主现在还拿鼻孔对人吗？他抽风呗，前2天还给我送糖水，今天又给我装死鱼。他会不会喜欢你啊？画本上说，只要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才会患得患失。你又被哪个画本洗脑了？帮你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大家都特别想你，有好多东西都是他们让我带来的。你看，是啊，肘子。你今天晚上得好好开个会。